咱做伙来祈祷，天父疼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新的主日，阮早起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就是要来敬拜你，要将阮的心志搁一摆献互你。主，你家己亲自伫你的圣经中间甲阮讲，耶稣是骗行达位的主，伊嘛带着你的安慰、你的医治临到伫阮的中间。主，这是阮特别纪念，伫昨暗。伫八仙乐园有粉尘泡爆的，遮的受难的，遮的受伤的兄弟姊妹，摆咧伫你的手。主，因为人的疏忽，致到有灾难临到伫人的身躯顶悬。主，阮恳求你会当怜悯也赦免阮。主，帮助遮的受伤的人会当得到你的医治。主，特别你来祝福伫遮的照顾遮受伤的患者。遮兄弟姊妹的医生甲护理人员，主因昨暗真辛苦，就总是阮恳求你手术高赢的困难，也手术因智慧，会当通过因的帮助，来互遮的受伤的兄弟，因的身躯的痛痛，会当得到提起啊，会当互因紧紧来恢复。主特别都搁较恳求你，会当互因的心内迄个惊吓为因来提起。主，你守住你的平安伫即个中间。主，阮恳求你来帮助阮，当阮较记耶稣，你就是道遮肉体的上帝的事。主，阮就伫遮特别为着因来祈祷，求你的神甲因支持，也帮助阮每一个兄弟，互阮有勇壮的灵魂体，会当有气力，诚做上帝要使用甲祝福人的器具。主啊，伫早起的时，我们通过你的话，求你来教示阮，也来保守阮。主，互阮会当诚做主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无论到倒位，阮拢会当为主做水的见证。主，求你来祝福阮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上帝的帮助甲利益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